要离了台湾话。第三课，你几岁？修理老早，老早，你食饱未？食饱。修理你几岁？我说你，是嘞，你毋是姓林，是无？是，我毋是姓林，我姓陈。是嘞，是嘞，是陈先生。修理，请坐。陈先生，修书讲你有真侪册，是无？是，你真爱看册，是无？毋是，是阮遐有真侪人爱看。修理，你爱啉啥物？阮有咖啡、茶、滚水。我爱啉咖啡，你有真爱啉咖啡，是无？毋是，阮有人爱啉茶，有人爱啉滚水，无人爱啉咖啡。